这是点嘞，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藏人行政中央电视台本周西藏华语新闻节目，我是主持人庄妈。本期的主要新闻有：在微信上发布所谓敏感讯息，西藏国落彝藏人遭判1年徒刑；欧美各国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上对中国侵犯西藏人权表达关切；美国塔夫茨大学宣布将关闭该校孔子学院。选举事务署宣布2021年司政和议员中选候选人名单。藏人代表在东京出席有关西藏问题的网络会议。驻澳洲办事处出版书籍向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致敬。下面请看详细内容。因5年前在中国社交媒体微信上发布所谓非法图片和视频，西藏安多国落一名51岁的藏人于去年10月13号被中共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的罪名判处1年徒刑。据维权网报道，51岁的西藏国落藏人扎西嘉在2020年5月30号遭中共当局指控，于2015年在微信上分享包括达赖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桑格在内的所谓非法图片和视频而被捕。此外，美国、加拿大和欧洲各国的代表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第46届会议期间，对中国系统性侵犯西藏的人权表达严重关切。上述各国代表在会议上一致谴责中国侵犯西藏人和维吾尔人的基本人权，并对中共拘留那些站在维护人权立场上的人表达特别关切。各国代表还要求释放被中共当局任意拘留的人权维护者，并强调了中共在西藏严重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对西藏的宗教或信仰自由、行动自由、结社自由和言论自由的限制。呼吁包括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在内的独立观察员能够有意义地进入西藏，敦促中共尊重包括新疆和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权利。此外，在3月21号国际消除种族歧视日当天，藏人行政中央驻日内瓦办事处呼吁联合国人权理事会解决中共对西藏境内藏人民众实施的系统性种族歧视政策。而联合国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委员会也于近日就有关侵犯西藏人权的报告向中国政府提出质疑，其中包括对50多万藏人进行军事化强迫劳动、强行重新安置西藏游牧民，以及中国企图消灭藏人的文化、宗教和语言等问题。另外，位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梅德府的塔夫茨大学于上周三3月17号向外界宣布将关闭该校的孔子学院。根据波士顿自由西藏学生运动发布的消息，这项关闭孔子学院的请愿活动历时2年多，在波士顿等藏人、维吾尔人、香港和台湾等不同团体和个人连续展开14周抗议请愿活动后，才促成该校宣布关闭其孔子学院。塔夫茨大学下属的孔子学院是全美50多个孔子学院之一，也是中国政府资助语言和文化教育中心，多年来一直是舆论争论的焦点，因为人们担心这一机构会促进中国的审查制度并侵犯人权。此外，藏人行政中央选举事务署于上周日3月21号召开记者会，宣布2021年藏人行政中央第16届噶夏司政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中选候选人名单，正式启动了2021年流亡藏人大选中选的序幕。选举事务署署长汪堆次仁在当天的记者会上还宣布，从3月21号至4月8号下午5时整，在19天的期限中，上述入围候选人将可进行竞选活动。2021年藏人行政中央第16届噶夏司政和第17届西藏人民议会议员大选是自西藏精神领袖达赖喇嘛尊者于2011年3月19号将所有政治权力移交给民选领导人以来的第3次大选。
中选投票将于今年4月11号上午8时至下午5时整间进行。与此同时，在日本文化广播频道于上周六3月20号举办的有关西藏问题的网络会议上，日本国会支持西藏小组的议员在会议上强调，将继续支持西藏人民争取自由和正义的斗争。该会议由日本政治分析家加藤清隆先生主持，日本国会众议院议员长尾敬先生，日本知名作家兼讲师板东忠信先生，埼玉市议会议员吉田一郎先生及藏人行政中央驻日本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等出席了会议。代表次汪加布阿若亚在会议上向与会人士介绍西藏境内的局势时指出，西藏目前的现状与上世纪6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非常相似。他谈到了中共对藏人实施军事化职业培训政策，以及中共严重侵犯西藏的人权、文化和宗教自由的情况。此外，会议还讨论了西藏的自焚事件和中共干涉达赖喇嘛尊者的转世问题等。请继续收看今天的最后一则新闻。藏人行政中央驻澳大利亚办事处于本周3月24号发行了一本名为《在澳洲发展藏人身份，感谢澳大利亚》的书籍，以此感谢澳大利亚政府和人民长期以来对西藏人民的慷慨援助和支持。据了解，该书内容涵盖过去60年中在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发生的所有与西藏有关的重大事件。从达赖喇嘛尊者首次访问澳大利亚，成立澳大利亚议会跨党派支持西藏小组，到1986年第10世班禅大师对澳大利亚的历史性访问。而这本书籍的出版发行是藏人行政中央和驻澳洲办事处联合于2018年发起的感恩澳大利亚活动的一部分。该书由安娜·阿洛梅斯博士和静美·巴桑等共同撰写编辑。观众朋友，以上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欲了解更多有关西藏境内外的讯息，请登录屏幕下方的网址。感谢大家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